后面吗？出来了，跑去哪里了？还没结束。好，来上台。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哈。啊，这首歌是一个阿美族式的唱歌方法，就是一个人当领唱，然后其他人当打唱。打唱的只要重复同样的语句，会给领唱者力量，然后领唱者的旋律就会不断变化，这是一个很好的唱歌方式。我当领唱，你们当打唱哦，学一下这首歌哦。哈呜啊呀那呀哦嗨呀，换你们。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吼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搭唱的只有同样的一句哦，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8个字哦，里面哦嗨一模一样哦，最简单的啊，试着当哈原住民族啊，来试试看哦。哈呜啊呀那呀哦嗨呀，换你们。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吼咿。来，我们试试看，男生，哇呜哇咿呀那咿呀哦嗨呀，男生来。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好，嗨耶呀，哦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好，换女生哦，来。哈呜哇咿呀那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吼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好，都会唱了吗？都要唱好不好？不要放弃自己哦，好不好？都要唱，好不好？来，带来这首歌《石头歌》，献给各位，希望大家今天快乐，好不好？换我，嗨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哦哎，哦哎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嗨呀，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朋友们。嗨耶呀，吼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吼咿哟咿哟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呀。嗨呀呀那咿呀哦哦哎哦啊咿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嗨呀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
呀。